好啦，嗱我哋話啦，北朝漢胡容和呢一個課題咧有兩個重點嘅。第一個咧就係啲人聞風喪膽啊，咁啊嘅北朝漢胡容和概況，因為咧又多又雜，都唔知佢問乜鬼，OK？咁咧嗱，但係 so far 咧佢就考過兩次啫，就13年同埋19年。咁13年咧就考到10分，就4分地圖，6分問呢個影響。跟住19年咧就問咗5分啊，嘅問呢一個咧即係湖食啊、湖床啊，同埋呢一個咩畜牧技術嗰啲嘢，OK？好啦，咁啊即係都係問湖人漢化、漢人湖化嗰啲嘢啦，OK？好啦，咁啊，然後第二 part 咧就係講呢個北魏孝文對漢化嘅成效同埋政策同埋成效。咁呢個下面嗰 part 咧，我相信大家咧係滾瓜爛熟，我等陣會花少少時間嘅，但係我哋就唔花咁多時間。咁我首先咧先同大家咧就睇一睇呢個北朝漢胡容和嘅概況，因為咧 touch wood 佢出幾分嘅話咧，咁你都可以盡量執咗佢。因為點解咧？因為呢 part 咧老實講咧，其實唔係真係咁難嘅啫。OK，好啦。咁咧，我哋就正式開始講一講北朝漢胡容和。咁啊，有張 regular 同學咧一定有背過呢一幅咧好經典嘅五湖圖啊。OK，咁啊，同大家咧重溫一次個口訣咯。阿 Bosco 啊，記唔記得個口訣係咩？匈奴鮮卑揭喺姜嘅底牌，其實係鮮卑匈奴揭姜低。OK，因為咧你叫做鮮卑係最高嘅。咁我哋個口訣係咩咧？就係鮮卑同埋匈奴咧係會揭起姜嘅底牌 ，OK， 揭起姜嘅底牌，佢就可以記得個順序噶啦。好啦，咁咧，第一 part 就係咧嗰啲咩胡人內洗係嘛，即係好多嘢，我睇唔明喎，噏乜鬼咧？咁啊，其實咧胡人內洗咧懶人包咧就係咧，你讀咗呢兩句嘅就讀完啦，就係咧第一你要知道咧就係由呢一個咧西漢開始 ，OK， 講緊咧朝廷咧為咗維持呢個邊境和平，咁所以咧就用咗啲卑微籠絡嘅政策咧去招呼胡人，就等佢哋咧就係實邊嚇喺咧即係呢一個嘅邊境度咧就係即係耕田啊、開墾啊、墾荒咁樣，咁啊促進咗咧邊境嘅經濟發展。咁啊，例如咧就係漢文帝嘅時候咧，晁錯咧已經建議呢個胡人實邊 ，OK， 咁呢個第一點，咁你記完就得噶啦，冇嘢噶啦 ，OK。啊，第二樣嘢咧就係咧。呢個咧我諗容易記啲嘅，就係咧我哋話啦，其實咧胡人啊嘛，成日都講啦，即係成吉思汗就只知彎弓射大雕，咁大家一讀起胡人咧，就諗起佢哋咧，個個都係即係好叻騎射嘅喎，係咪？咁咧嗱，所以我哋話魏晉以來咧，其實咧各方咧其實都係最中意招用胡兵啊，由呢個其實由漢武帝開始啦，漢武帝啦，去到呢個曹操啦、曹丕啦，其實都係會咧招用胡兵嘅 ，OK， 咁甚至去到咧西晉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招用胡兵，得唔得 ？OK， 就是這樣啦 ，OK， 咁呢個兩點，機微政策同埋招用胡兵 ，OK， 好啦，咁然後咧我哋一齊嚟睇一睇呢一條題目咯，咁啊會講多少少咧，就係呢個北朝漢胡容和嘅概況，咁咧嗱。首先第一，招一咧就顯示咗五胡嘅3個，咁啊叫你指出咧另外2個嘅名稱。咁啊，我不如點個名啦。有邊個喺度咧？係啊，阿 Angela， 鮮卑，very good。仲有一個記唔記啦？鮮卑匈奴咩姜嘅底牌啊？揭啊啦，揭起嘅揭。OK， 好，又係第二題啦。嗱，呢個就戲肉啦。根據資料1同埋資料2，並援引事實分析魏晉時期咧胡族內徙嘅影響。OK， 好啦，嗱，首先資料1咧講緊咩啦？我哋好快睇一睇啦。佢話咧嗱，少數民族咧遷居內地時間既久，人口繁殖日多，矛盾日深，一旦起而反抗咧，就會不可收拾啦。所以咧，其實喺魏啊，即係咧呢個魏蜀吳啊魏啊 ，OK， 曹操、曹丕嘅時候咧，已經係講緊咧就係要遷匈奴於雁門。並且咧係遷出咧就係與漢人集居嘅低同姜咁樣。嗱，呢度有少少 unfamiliar 嘅 source 喎。點解咧？因為呢一嚿嘢咧你應該冇見過嘅。OK， 你應該冇見過呢嚿嘢嘅。OK， 但係咧佢提咗兩樣嘢就係咩咧？就係原來咧胡族內徙咧佢會同漢人雜處嘅時候咧會產生咗民族矛盾，對唔對？有民族矛盾。好啦，然後咧其實係有人咧。已經提出咧要將佢哋遷徙趕，即係佢送翻佢哋原居地嘅咯。咁但係咧有冇做到啊？呢樣嘢，呢樣嘢似乎仲係冇做到。咁而我哋話啦，魏晉時期胡族內徙嘅影響嘛，係咪？咁啊嗱，呢個資料係魏啫。咁晉嘅時候都有朝臣咧提出要將佢哋咧就係將佢哋咧就係拱翻出去 ，OK， 拱翻出去，唔好俾佢哋繼續咁樣內徙入嚟啦。咁但係咧最後都係唔得喎。唔得之後，結果有咩問題咧？
啊阿 Bobo 啊，記唔記得有咩問題啊？就係導致到歧視湖人啦，然後同埋湖人喺關內，因為個叫咩情半包圍之勢，西北諸郡加為重敵，然後就湖人可以洞悉呢個關內嘅虛實，當爆發霸王之亂呢後就洞悉咗虛實啦，係嘛？咁所以咧，最後咧就係搞到有咩之亂啊？永嘉之亂。永嘉之亂。OK，好啦，嗱，其實呢一度咧想講乜嘢咧 ？OK，咁啊有啲同學唔知道講咩，咁啊唔緊要，我哋而家即刻講俾你聽啦。咁啊嗱，其實咧就係講緊啊嗱，個資料咧提過嚟，第一，湖人咧遭到漢人歧視，漢湖民族嘅矛盾咧係日深。咁而我哋話啦，去到西晉嘅時候咧，其實都係繼續放任嘅政策啊。咁啊有個 extra 事實咧就係講緊呢個江統國音咧係提出灑庸論。咁啊呢個你唔記得係唔緊要噶。咁總之你知道咧就係西晉咧係冇灑到庸就得啦。咁所以咧我哋話啦，結果湖人咧喺呢個八王之亂咧就洞悉中原虛實之後咧，就發動咗呢一個嘅永嘉之亂。呢開始有啲亂啦，係咪咁多亂嘅？嗱，首先第一樣嘢就係點解湖人咧會喺呢個八王之亂入面咧洞悉中原虛實咧？其實係講緊啊，嗱，你諗下啦，八王之亂係嘛，即係八個藩王咧就起嚟反呢個嘅賈南風啊嘛，佢哋起兵作亂嘅時候咧就要用湖人，因為要用湖兵，湖兵咧係善戰 ，OK， 咁於是乎咧就會令到湖人咧就知道咧就係中原嘅虛實。於是乎咧，嗱，因為佢哋有長期以嚟嘅民族仇恨啊嘛，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咁於是乎咧，佢哋就能夠乘其不備咧，最終就發動咗呢個永嘉之亂，視為所謂五湖亂華。咁永嘉之亂咧就係呢個匈奴人啊劉聰劉淵劉聰發動啦。咁然後我哋話啦，所謂五湖亂華就係咩咧？就係咧永嘉之亂之後咧。其實呢一個北方咧，就咧係有5個湖族咧，就鮮卑、匈奴、羯、姜、氐咧。其實佢哋就即係分別統治咗唔同嘅 area， 建立咗唔同嘅國家，咁就係五湖亂華，五湖16國啦。OK， 好得唔得？好啦，嗱呢個係第一嚿嘢。OK， 咁我哋原來記得湖族內勢嘅影響咧，就會導致民族矛盾，最終咧係引致到永嘉之亂、五湖亂華。好啦，第二樣嘢我哋一齊係招二啦。招二呢幅咧叫做《北涼伎樂百戲圖》，圖中咧有樂伎咧喺度拍長鼓、吹長笛、彈琵琶同埋彈琴啊。OK， 阿唐同學啊，我想問你啊，就係呢幅圖，你覺得係反映咗啲咩影響啊？嗰啲咩胡歌胡舞傳入中原。胡歌胡舞傳入中原，咁其實呢個就係一個漢人嘅胡化嘅情況啦。我哋話啦，長久以嚟咧。有湖人嘅漢化之後咧，就會係促進咗成個民族融和啊，我嘅民族專承。咁所以咧，其實呢度咧就係咧，想同你 remind 翻啦，就係咧有啲湖人嘅文化輸入，例如咧有胡樂啦、胡歌啦，佢會彈啲胡族嘅樂器，例如咧我哋 show 到嘅長笛啦、琵琶啦、胡琴啦咁樣。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實仲有好多立雜雜嘅，即係例如有胡食啦，尤其是讀地域史嘅同學咧，一定好熟悉，有胡餅啦、有奶酪啦、有燒烤啦，又或者引入咗啲咧係飼養牲畜，因為咧其實我哋話其實呢啲游牧民族咧佢哋好多時候咧都係養牛啊、養羊啊、養馬，佢喺大草原上咧就放養佢哋。OK， 咁於是乎咧中原人咧又可以學下呢啲技巧，甚至咧學識點樣製作毛氈、製作奶酪。咁啊，所以咧我哋話咧係促進咗呢個嘅漢湖融和嘅。好，得唔得？好啦，我哋又嚟望下呢條題目咯。OK， 嗱呢條題目咧，又係一個地圖嘅進階版。咁啊，唔係都唔係好難啫。我哋望一望啦。首先招一，佢話啦，永嘉之亂以來啊 ，OK， 咁啊，去到呢個隋文帝開皇年間咧，所謂五湖紛紛越入中原，先係乜嘢，再係乜嘢，而最後咧係 Y。OK， 有冇同學可以自動請纓話俾我聽 X 係咩啊？我哋啱啱提過嘅係邊一個發動呢個永嘉之亂啊？咩民族？係咪匈奴？係啦，匈奴。OK， 匈奴。好啦，然後咧，有同學喺 inbox 都答，喺個 chat room 都有。阿劉淵Tiffany 講得好好。劉淵咁，但係呢個係問民族問 X， 因為後面係姜。OK， 好啦，咁最後邊個係托拔士啊？托拔士係咩族啊？阿 Tiffany， 托拔士係咩族噶？
睇下個答案先，係啦，先卑係咪先卑 ？OK， 好啦，咁我哋話啦，然後要對應翻啦，咁 X 同 Y 究竟係焦耳嘅 A、B、C、D、E 邊一個位咧？咁樣，咁咧呢個咧嗱，其實大家都可以喺個 chat room 度答我個 X 冒號 A、B、C、D、E， 跟住 Y 冒號 A、B、C、D、E， 咁我俾30秒大家諗一諗 ，X 同 Y 係對應翻 A、B、C、D、E 邊一嚿，好冇？好，阿 Sally， 我想問你睇唔睇到我個 check box 㗎？即係我個 screen，我咪 show 咗個 check box 出嚟啊？係咪睇到㗎？大家睇唔到啊？睇唔到㗎？唉 ，good，very good。No, we can't. OK， thank you。咁啊，但係喂，麻煩大家可以 send message 俾我，你可以 send C 發信息嘅，如果你驚。好，跟住咧嗱，有同學咧就答 X 咧，即係呢個匈奴係咪？匈奴咧就係呢一個 A， 咁有同學答 B， 咁究竟係 A 定係 B 啊 ？XB，OK，X 有人答 C 添，其實 X 咧應該就係 B 嘅，因為鮮卑係最高 ，OK， 你問佢就鮮卑係最高，咁所以 Y 咧就係 A 啦 ，OK， 得唔得？好。就是這樣啦 ，OK， 好，然後我哋一齊落一落去啦。咁我哋睇一睇呢個題目啊，就話啦，根據資料一喺五胡政權嘅管治下咧，北方出現咗漢民族同埋草原民族偉大嘅融合，叫你援引事實，從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加以説明。咁其實呢個資料係冇提過任何嘢嘅，咁啊純粹咧叫你講下政治啦、經濟啦、文化三方面咧，究竟呢個即係五胡時期咧，究竟呢個嘅漢民族同埋草原民族咧點樣融合 ？OK， 咁呢個部分咧，嗱老實講，五胡民族、五胡政權咧，其實你已經可以答呢一個北魏噶啦，你都可以答北魏嘅 ，OK。咁但係咧，嗱，我哋仲有其他答案嘅，我哋先嚟望一望啦。政治咁啊，政治要答啲咩咧？可以答咩咧？就係例如胡族嘅君主咧，崇尚漢文化，例如劉淵咧係讀呢個五經啦。又或者例如讀個呢個淝水之戰嘅蒲堅咧，係誘入漢文，提倡儒學。咁又或者你講胡族君主咧，重用漢士啦，例如呢個嘅蒲堅咧係用呢個黃蠻都得喎。咁甚至咧就係如果我哋講翻夏文帝漢法啦，因為咧北朝漢胡用我咧對大家提嚟講可能太過偏僻啦，太過呢個生僻啦。咁所以咧，諗下孝文帝漢法，孝文帝漢法都可以講嘅喎，係嘛？胡族君主推行漢法政策，咪就係孝文帝漢法咯。又或者孝文帝用唔用啲漢族嘅士人？有冇可以話俾我聽？孝文帝任用啲咩漢族嘅士人啊？Tommy 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孝文帝用啲咩士人啊？皇叔啊？皇叔啊，仲有嘛？李聰、李安世。皇叔、李聰、李安世 very good 啦。OK， 好。咁我哋話啦，嗱呢個咧就係政治方面啦。OK， 好啦，咁啊同埋孝文帝自己啊都係優受儒學薰陶啦，所以咧佢就係有呢個大一統嘅理想。好，咁啊，然後再講啦，就經濟方面。咁經濟方面咧好直接啦，就係咧胡族咧係游牧民族，由畜牧為主咧，就改為發展農業啦。又或者咧佢哋係由呢個部落制咧，就改為編戶齊民。咁呢個咧你可以聯繫翻咧，其實我哋講呢個北魏孝文帝咧，其實都會講到喎。因為北魏孝文帝嘅時候咧，推行呢個均田制係嘛？均田制咧就係咧等到啲人咧就係即係為民濟產、安土重遷。咁於是乎咧，佢哋就算係呢個游牧民族出身咧，都會咧因為咁樣而發展農業。OK， 好啦，咁呢度咧我又想問下啦，有冇人記得北魏孝文帝啊授幾多畝耨田同埋幾多畝桑田咧？當然啦，呢個咧，我覺得你如果喺必答題嚟講咧，其實就唔使你一定要寫到咁多幾多畝嘅，咁樣應該就唔使嘅。但係咧，一選答題啦，或者你讀制度史咧，冇理由唔識嘅，係咪？好，咁我哋睇下 check box 有咩人答啦。Angel 咧，哇 ，Angel 嘅中央文革小組咁勁嘅，40係啦，40畝嘅呢個嘅耆田同埋20畝嘅桑田 ，OK， 好多謝大家 ，OK， 係啦 ，Yuki 都答得好好。咁咧嗱，跟住我哋再講啦，就係嗱呢個就經濟啦 ，OK， 好啦，咁啊同埋咧就係部落制轉為呢個編戶齊民，咁呢個你可以提翻咧就係孝文帝嘅三長制，鄰長、里長、黨長，五家為一鄰，
五倫為一里，五里為一黨，係咪？好啦，然後再講啦就文化，咁文化呢個咧我哋其實有前面提過啦，就係咩漢人熟習胡人嘅生產技術啦，咁啊提佢點樣養牛啊、養羊啊、養馬啊，有啲嘅奶酪啊、毛氈啊咁樣。咁此外咧，當然啦，仲有啲好多大家好熟悉嘅啲胡飯啊、胡餅啊、胡樂啊、胡床啊，都係可以答嘅。又或者咧，其實你唔一定要答漢人雜染胡族嘅喎，其實你講胡人雜染漢族都得嘅喎，係咪？最簡單，喂，我哋啱啱講劉聰講劉淵係咪？佢就姓劉，咪就係改漢姓咯。你讀夏文德漢化都會記得有改漢姓，佢將118個嘅漢族嘅118個嘅鮮卑嘅複姓改做呢個漢族嘅單姓，例如將呢個拓跋氏改為袁氏，係咪？嚟將呢個獨孤氏改為劉氏都得嘅喎。OK，好，咁咧，然後咧我哋係時候咧就完咗呢個北朝漢胡融合開放部分啦。OK，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喺啱啱溫完之後咧，就更加掌握翻我哋所講嘅內容。咁咧，一時間咧記唔到咧，唔緊要㗎。你落堂之後咧，可以咧睇翻個 PowerPoint 咧，就可以 revise 翻相關嘅嘢。咁應該咧夠你搞掂㗎啦。OK，咁嗰 part 咧，我諗佢都係幾分嘅啫。如果出嘅話 ，OK，咁啊，執到嘅話，你咪執埋佢咯。因為嗰幾分咧，我相信咧唔會好複雜嘅啫。OK，好，咁咧而家我哋咧就一齊嚟睇一睇咧漢文帝漢化啦。咁啊，漢文帝漢化咧。我哋成日都考啦嚇，咁啊喺呢個 mock examination 咧，必答題咧都係考呢個漢文帝漢化，咁啊表現都唔錯嘅 ，OK，咁啊，但係咧隔咗個主科，咁啊唔知大家咧記得多少啦，咁我哋一齊嚟睇一睇呢條題目啦。佢話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分析漢文帝漢化嘅影響，係8分嘅題目嚟噶。咁呢條題目咧佢就話啦，北魏改革嘅結果促進咗民族融合，為統一奠定嘅基礎。但係改革咧，亦都引起咗鮮卑上層貴族相當大嘅敵意。佢哋對皇帝偏愛漢人氏族有啲反感，對削弱鮮卑貴族勢力有所不滿。宮廷政變同埋陰謀咧，綿延咗30年。OK， 好啦，嗱睇完個資料之後咧，我又想問下同學咯，有冇可以話俾我聽？呢個資料啊，究竟有幾多個 point 呢 ？OK， 阿 Jeff 係咪就阿 Jeff？ 係喺度。早晨啊 ，OK， 好啦，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呢條題目有幾多個 point 啊？或者我哋最基本諗一樣嘢先，8分應該有幾多個 point 啊一問3至4個，3至4個啦 ，OK， 好啦，咁呢條題目大家睇到有幾多個 point 啊？其實大家喺 chat box 度可以答噶，有幾多個 point？ 3個左右。3個左右，邊3個咧？我想問。民族融合。然後係上層敵意，然之後宮廷政變。OK， 好。咁我想問你啊，上層敵意同宮廷政變有咩分別咧？唔係，應該民族融合偏愛漢士人同埋宮廷政變。偏愛漢士人同宮廷政變有咩分別啊？我想問，唔係偏愛咁偏愛漢士咁有啲咩嘢可以寫？嗱，呢個嗰啲門閥制度之類嗰啲。門閥制度咁佢哋點樣反感法啊？好似冇相關嘅嘢可以 support 到喎。好啦，嗱，我哋首先先睇下前面先。阿 Koey 咧，阿 Koey 你話咧有4個 point 喎，係咪啊？我覺得有4個 point。點解有4個咧？邊度嚟4個咧？因為我覺得8分題 usually 係4個 point。唔係，咁你可唔可以睇呢條題目俾4個我？民族融合已經一個啦。係。跟住，我覺得鮮卑貴族同呢一個嘅鮮卑貴族上層，鮮卑貴族。有啲難度係咪？kick 咗一下。係。阿 Bobo 咧 ，Bobo 點諗啊？3個，邊3個啊？民族融合係1個啊。係啊。統一奠定基礎係第2個啦。第一次聽到啦，嗱，有同學終於估到啦。然後咧？然後宮廷政變同陰謀嗰度係後面嗰段就係第3個。
OK，好嗱，呢個係嗰個第一個基本劃分啦，就係咧，嗱理論上咧就咁睇咧都有三個嘅，第一個係民族融合係一個嚟嘅，OK，民族融合係一個嚟嘅。咁啱啱咧幾位同學咧都冇答到啊，其實為統一奠定基礎咧都係一個 point 嚟嘅，OK，為統一奠定基礎都係一個 point 嚟嘅。好啦，然後第三個咧就係後面嗰個啦，OK，咁後面嗰個咧可以再拆嘅。嗱，我哋睇多次個資料啊。佢話，但是改革也引起鮮卑上層相當大嘅敵意，係咪？佢哋咧就好反感呢個皇帝偏愛漢士，削弱呢個鮮卑貴族嘅勢力，宮廷政變同埋陰謀咧綿延咗30年啦。第一樣嘢就係鮮卑上層有相當大嘅敵意，咁呢個咧其實你應該諗起就係暹羅之爭 ，OK， 暹羅之爭 ，OK， 好啦，第二樣嘢啦就係宮廷政變同埋陰謀綿延咗30年喎，咁。你要講到孝文帝死咗之後，我廿幾年之後咧，就爆發咗呢個陸鎮之亂。咁所以理論上呢條題咧，應該係4個 point 嘅，民族融合、統一基礎，然後咧就係暹羅之爭，同埋咧就係呢一個嘅陸鎮之亂。好，咁然後我哋睇一睇呢一個嘅，睇下 chat box 先，都有繼續有同學答啦。係啦，Tiffany 估得啱啊，就係咧將呢個陸鎮之亂同埋呢個太子孫分開佢，係啦，要分開佢 ，OK。同埋呢個或者咁講，呢個係一個整體都得嘅 ，OK。咁啊，總之你有兩 part 啦 ，OK。好，咁啊嗱，呢個統一基礎咧，我想問啦，要答啲乜嘢嘅咧？統一基礎呢 part， 統一基礎呢 part 要答啲乜嘢嘅咧？有冇同學話俾我聽？統一基礎要答啲咩㗎？阿 Paco 或者阿 Terry 有冇咩高見啊？均田就係三長制嗰啲。均田嘅三長制可以啊？點解啊？點解？同統一有乜關係？奠定咗經濟基礎啊！經濟基礎，所以有利啲咩啊？有利隋文帝嘅南下平陳。OK。好啦，咁啊，啱啱 Terry 咧就嘗試用一個經濟角度咧去睇統一基礎。咁我哋咧不妨睇一睇咧靈嘅本書係點寫呢個統一呢個位啊。因為呢個位咧，我發覺好多同學成日會 miss 嘅。因為呢個題目我呢個係必答兵團嘅題目嚟嘅，跟住我又成日改嘅時候咧，都好多人係冇答到個統一基礎。咁嗱，統一基礎咧第一樣嘢你可以答係物同呢個嘅全面嘅漢化咧係有關，因為咧佢係促進咗呢個嘅漢胡融和，咁於是乎咧係有利呢個南北嘅統一，OK？因為咧兩族喺血緣上融合咗之後咧，成為咗不可分割嘅整體。而南方咧，南朝嗰邊咧就漢人為主噶嘛，咁所以咧有利南北統一。好啦，呢個第一點。咁咧嗱，但係咧，因為上面嗰點咧，其實我哋已經講緊民族融和噶啦嘛，即係咯。咁所以呢度咧，你可以攞到第二點。第二點咧就係講啱啱講啦，均田制啦，或者三長制啦、租調制呢啲經濟方面嘅制度咧，其實係有利呢個北方從戰亂中復甦，咁然後咧係有利呢個隋朝咧南下平陳。OK，咁所以咧嗱呢度咧就 show 翻俾你睇啦，為統一奠定基礎咧，就係要答翻漢化政策咧點樣促進北方經濟，有利隋朝南下平陳。OK， 好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咧嗱，民族融合咧嗱，當然啦，我相信大家應該好熟噶啦，咩禁胡服啦、禁胡語啦、禁歸葬啦、改漢姓啦、昌通分啦，一定好熟嚇，能夠如數家珍嘅。咁嗰兩分咧，你攞硬嘅添。咁不過咧，我想留意下咧，就係咧民族融合，你記住咧，我哋啱啱有講過啦。除咗咧有胡人嘅漢化之外咧，其實你都可以講漢人嘅胡化，因為昌通分係嘛，咁昌通分之後咧，漢人同胡人咧係住埋一齊，唔單止咧係即係鮮卑人咧被漢化，其實鮮卑嘅文化咧亦都係注入咗漢文化，係令到啲漢人咧一齊着胡服、食胡餅、飲奶酪噶。OK， 好。咁另外咧就係呢個暹羅之爭，同埋咧就係呢一個嘅陰謀綿咗30年嘅陸鎮之亂。OK， 咁呢我就唔侵氣啦。OK， 咁啊大家咧記得就可以啦。OK， 好，咁咧嗱，我後面呢3版唔係諗住講嘅，因為咧其實呢個 more exam 嘅 marking， 咁點解 show 俾你睇咧？就係因為有啲同學咧可能咧以往咧其實佢可能就咁讀教科書嘅時候咧，佢冇個 mindset 咧，其實好多嘢其實可以對應翻。我想提一提同學咧就係例如你讀訂立門閥制度咧，其實你應該要知道咧就係佢一方面係促進咗漢胡嘅貴族嘅和諧，咁另一方面咧係令到呢個貴族咧不思進取，日趨腐化。咁你讀政策嘅時候咧，你對應翻啲利弊嚇，將書入面咧唔同部分咧擺翻埋一齊咧，咁你成個脈絡就會好清楚噶啦。OK， 咁呢度咧有3版咧係即係送俾大家嘅，咁啊冇考模 exam 同學咧都會有得益啦，相信。
好咁咧嗱，我特別提一提咧，就係咧本身咧有讀過魏晉南北朝課程嘅同學啊，特別咧可以留意下 Q10呢條題目。咁我哋上堂咧都有提過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咧，你不妨可以即係做一做。咁樣呢題目咧都有一定嘅難度，同埋佢比較上考得比較全面嚇。咁啊，所以咧就同學咧，如果有即係如果之後想做校文嘅漢化題目咧，可以做 Q10嘅。OK。